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生活中定定讲会到，这字就是“猪”。读做“猪”，这是白音，“猪”就是甲无共款的文章相片上图编入咧一本簿仔内底。一般咱讲是册。另外文音读做“书”，嘛有人读做“诗”。像图书馆有人讲图书馆。另外证明有证明效果的文件，像讲毕业证书，嘛有人讲毕业证书，有人讲出业证书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字图，一般真侪人直接讲册图啊，就是藏册图啊。第二个词读做书法，就是写毛笔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对写书法真有兴趣，伊真爱写毛笔字，因兜的字图收真侪字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字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书，也有人读做诗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